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一種處世嘅藝術。呢一種藝術係你讀哈佛劍橋都唔會教，就算你入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攞到第一名，個教授都未必教得識你嘅，就係人情世故。咩叫人情世故？簡單嚟講，即係識得睇眉頭眼額，識得閱讀空氣。我想講嘅就係早排霸佔各大頭版8億富三代鍾培生先生同埋佢嘅未婚妻區議員莊雅婷小姐，佢哋嗰場驚天地泣鬼神嘅進擊的求婚。聲明在先啦，我哋今日呢就唔係嚟講八卦嘅，更加唔係批評任何人嘅私生活。人哋郎才女貌，情投意合，我哋絕對係要送上我哋最真摯嘅祝福嘅。我哋今日係用一個危機公關同埋社會心理嘅角度去研究一下呢一對身家同埋履歷都透過電話簿嘅準新人，點樣完美咁樣示範咗一場浪漫風暴呢？我哋首先嚟做翻一個 case study 先，重溫一下劇情。話說早排鍾先生為咗迎娶家人，搞咗一場進擊的求婚。哇！嗰個場面啊，真係貧窮限制咗我哋嘅想象啊！吊威也有，現場管弦樂團有，仲有粒大到差啲可以攞嚟做啞鈴嘅家傳巨鑽添啊！鍾先生份人，大家睇佢打拳都知啦，字典入面從來都冇低調呢兩個字噶嘛。要求婚，當然要俾全香港人知道佢有幾愛佢嘅老婆啦。但係各位啊，童話故事嚟到呢一度，通常都係會出事噶。當大家哇哇聲咁樣喺度剝緊花生嘅時候，喺3月10號，Yahoo 新聞就報道，因為呢場進擊的求婚，莊雅婷嘅政治前途可能會到此為止啊！因為事件損害咗公職人員嘅形象，從政誠意被質疑。冇幾耐，鍾先生佢就喺佢嘅社交媒體上面拍片護妻，話 Yahoo 呢一段報道係 fake news，揚言要保留法律追究嘅權利啊。點知喺3月13號，有報章就報道莊雅婷主持嘅2026香港青年海洋論壇活動要延期啊。大家都知道莊雅婷小姐佢並唔係一個1年1度做慈善嘅名門闊太，佢係一個手握公權力、出緊公帑要服務基層市民嘅區議員嚟㗎喎。公眾嘅觀感係好微妙㗎，市民會諗：哇，你手上嗰粒鑽戒咁大粒，夠我哋成條村交幾世租啊！你平時着風褸落區，好關心基層嘅疾苦，轉個頭你就坐豪車返工放工，仲有司機接送添，咁即係點啊？市民會覺得好混亂㗎喎。正常嚟講，政界中人聽到呢啲公關微風，通常會點做？咁梗係冷處理啦，出個 post 話，感謝大家嘅祝福。我會繼續謙卑咁樣服務社區㗎，將個話題拉開，等單嘢攤凍就過骨啦。但我哋事件嘅男主角鍾先生，佢係咩人啊？我鍾培生喎，我點可以同你哋冷處理啊？佢嘅公關策略就係用一個更大嘅風暴去掩蓋原本嘅風暴。面對報章嘅報道，佢即刻拍片，火氣十足咁樣話要保留法律追究權利。呢一種氣勢簡直就係霸道總裁上身啊！點知呢一個世界民意同埋公眾形象唔係你話聲大或者有律師團隊就搞得掂㗎。結果係點？鍾先生條片出咗冇耐，霸氣都未散，圈內就流出一個震撼嘅消息，就係莊小姐本來要大力推嘅群星拱照2026香港青年海洋論壇，突然間宣布延期，可能仲要取消添。呢個就係現實嘅鐵拳，由吊威亞上面嘅浪漫巔峰直接跌落谷底。嚟到呢度，可能就會有人問：喂，大會啊，都係怕莊雅婷搶風頭啫，或者怕記者追問，
叫佢射一日波，請一日假，唔好出席咪得咯。搞咁大個論壇，又要 book 場，又要請嘉賓，又要揾 sponsor，點解要成個活動腰斬咗佢咁誇張啊？呢一種就係政界同埋商界最高深嘅人情世故啦。你估係請客食飯少個人少雙筷咁簡單咩？大家要知道呢個論壇嘅嘉賓名單係重量級㗎，有局長啦，有立法會主席啦，仲有各大政商界嘅猛人。你諗下，呢班 VIP 應承出席係為咗海洋保育同埋青年發展嘅。如果活動照搞，就算莊雅婷唔喺度，門口都肯定有大批記者喺度埋伏等佢哋啦。記者一見到啲局長出嚟，就懟支咪埋去，就問局長：局長，你點樣睇鍾先生求婚啊？鍾先生話告傳媒，你支唔支持啊？如果鍾先生同莊小姐請你去飲，你去唔去啊？你叫局長點答啊？答又死，唔答又死。我相信對 VIP 贊助商嚟講，最忌諱嘅就係捲入咗人哋嘅私人公關災難。贊助商出錢係為咗品牌形象、健康環保，唔係想自己嘅 logo 黐埋單八卦娛樂嗰度上 C1 頭條噶嘛。所以成個活動取消未必係針對任何人，可能係主辦方要啟動最高級別嘅政治防火牆，寧願壯士斷臂，斬斷所有公關災難嘅可能。呢啲就係大局觀啊！我哋再睇返兩位主角啊，呢單嘢最令人拗爆頭嘅地方，就係佢哋兩個嘅背景明明就勁到飛起。莊小姐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畢業，讀過光華管理學院雙學位課程，曾經參加過青年民建聯。佢年紀輕輕就獲委任為區議員。佢曾經報名參選香港小姐，但係為咗維護區議員嘅形象，佢決定退選。照計呢張 CV 喺學術界、商管界同埋政界都係頂級嘅配置。按道理，佢對公眾觀感嘅敏銳度應該係100分先係噶。但係點解莊小姐會俾呢啲事情發生嘅呢？佢唔係應該同佢嘅未婚夫溝通好佢嘅身份，有啲咩事係應該做，有啲乜嘢係唔應該做嘅咩？我估係因為人好容易有一種錯覺，就係佢以為佢可以全天候咁樣駕馭晒所有角色，佢可能以為自己可以玩1秒換裝。朝早就係貼地為民請命嘅區議員，夜晚就可以做嗰個享受奢華浪漫嘅8億少奶奶。但係喺公眾嘅眼睛裏面係容不下呢一種割裂噶。當你選擇咗公職，你嘅老闆就係市民。當你老闆見到你富貴過佢咁多，仲會高調晒命，嗰種心理落差就係你公信力破產嘅時候啦。至於鍾先生，佢就完美示範咗咩叫做有錢人嘅結界。當一個人有錢到一個點，佢就唔需要睇人眉頭眼額，因為平時都係人哋睇佢面色嘅。佢愛佢未婚妻，想俾最好嘅嘢佢，呢個出發點係好浪漫嘅。但係佢忘記咗真正嘅人情世故，唔係你俾得起幾多，而係你識唔識得顧及對方嘅處境。如果莊小姐係一個純粹嘅 KOL， 呢一種進擊的求婚確係滿分噶。但係佢係一個公職人員啊，你高調咁樣向傳媒開戰，以為係保護佢，其實係將莊小姐放咗喺政界同埋傳媒嘅對立面，燃燒緊佢嘅政治生涯。講咗咁耐，拉返嚟我哋自己度先。我哋大部分人都冇進擊的求婚，亦都未必有8億身家。但係我哋每一日其實都喺度考緊人情世故呢份卷，好似我返工嗰度咁啊。因為公司有個未嫁嘅女上司，嗰啲初出茅廬嘅 office 妹妹仔都識得叫佢哋嘅男朋友情人節、聖誕節千祈唔好送花嚟 office 啊！如果唔係俾阿姐見到，想死咩？實俾佢針對到爆啊！大家有時幻想下。當你嘅同事啱啱分手，喊到對眼都腫晒，你會唔會走埋去同佢講？
哎呀，我條仔琴晚送咗隻名牌手袋、名牌手錶俾我啊，好開心啊！我諗你都唔會咁做啦。點解？因為你識做人噶嘛。識做人最基本嘅就係要有同理心。識做人唔係叫你虛偽，而係知道咩場合講啲咩說話，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知道自己嘅快樂唔係建立喺人哋嘅不安或者反感之上，知道自己身處咩位置就要孭起嗰個位置應該有嘅分寸。鍾培生同埋莊雅婷嘅故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金錢可以買到最閃嘅鑽戒，學歷可以幫你打開無數道大門，但係如果你缺乏對大眾觀感嘅敬畏，缺乏一份同理心嘅話，最後就會搞到身邊嘅貴人同埋機會都會紛紛取消或者延期，咁就得不償失噶啦。無論你係咩階層，有錢就請低調一啲，有才華就請謙虛一啲。留一線空間俾人哋，就等於留咗一條大路俾自己。希望大家喺人生呢條路上唔好做一個財大氣粗嘅盲毛，亦都唔好成為人哋口中嘅高分低能。祝大家能夠通達人情世故而不世俗。今日就講到呢度啦，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 CLS 我條片啦，拜拜。